我们没有预防，我们并没有预防说就是会有破裂。当然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让我们共同的关系是更美好、和乐融融的状况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想说他们会有磨合的状况。对方跟我们讲孝顺，可是在现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，不是只有子女在支持父母，父母同时也是子女的支持系统。跟如果你今天偶尔回去，或者是1个礼拜回去一次，那你们在那个整个过程中是非常和乐融融的话，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状况？爸妈年纪大了，或者是爸爸跟妈妈只剩一方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寂寞孤单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他是实际上是有需求的。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说跟父母同住去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的话，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种孝顺的表现，没有错啊。像现在大家的工时很长，大家生了小孩可能上班下班的时候来不及去接小孩下班，那这个时候这个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他就可以去帮你接小孩，你这个来不及回家太晚下班，他可以帮你买便当或者是帮你准备饭菜，也有安心班这样子的一个服务。安心班也是一个选项。那如果今天告诉你的是，跟父母同住并不是全然都是坏事，它也有好事。那当然你讲的所有的东西，当然我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东西来替代，是这些都是好事，但是这都不能够抹灭跟父母同住是有好处存在。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，其实不是跟自己对方的父母同住，你跟自己的父母同住，其实也有一些习惯上面的问题。当这些习惯问题产生的时候，你有办法确认，你可以用一个平等的一个身份的态度去跟他做沟通吗？我认为这个事情当然是必须要尝试跟磨合的，但是当这个磨合产生的时候，其实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破裂。那为什么不先预防这样子的关系的破裂？然后呢，就是先预防不要去做同住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。为什么不先预防这样关系的破裂？就是我刚才申论的时候讲的，因为反方已经预期你们的关系绝对会破裂，也就是我刚回到我刚刚讲的，所谓的不该后面接的是什么词？都是负面的词嘛。我们没有预防，我们并没有预防说就是会有破裂。当然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让我们共同的关系是更美好、和乐融融的状况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想说他们会有磨合的状况，但是我们想要预防这样子的状况。想是问题，但做才是答案。你没有同住过，你怎么知道会有这些问题？当然，我们可以主导说我们应该同住，但真的同住之后，发现要么不适合，要么可能生病需要住院，要么工作的问题，我们再分开，那都是之后的事情。但是不可以把之后那些预设立场全部搬到在还没开始做你就来讨论。举的例子应该是很表明的是，即使跟自己的父母同住，也会有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西方的某些教育系统崇洋媚外，我们没有崇洋媚外，我支持我们的防疫系统啊，是啊，我看见人家好的，我们可以学啊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